便我们礼拜进行。然后我们进来的人尽量往前坐，好吗？我们尽量往前坐，如果可以尽量往前坐，让后面的人方便进来。因为我们现在第二场人数也在增加当中所以请大家互相体恤一下，尽量往前坐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往前坐。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来到神你施恩宝座面前，特别为客家的宣教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在客家的族群里面占了台湾的几乎是1/5，但是却只有3%以上的人认识主。我们恳求你施恩怜悯客家的族群、客家的百姓们，在神的恩典祝福里面，跟我们其他族群的一样，领受父神来的恩典。耶稣，我们也为等一下的敬拜来祷告，让我们的敬拜团充满神荣耀的同在，带领会众到神你施恩宝座面前，得着连续，得着恩典。主，你不是离我们很远的神，你是恩典又奇妙的主。也恳求你祝福赖牧师今天所传讲的信息，可以透过他圣灵来感动他，帮助我们领受神你的话语，透过神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耶稣，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恩典，蒙恩蒙你拣选成为基督徒，但是也恳求你让我们为我们的骨肉至亲来祷告，让他们为了他们的相信主来祷告。愿神这样的恩典也临到他们，透过我们的服事，透过我们的传讲，透过我们的分享，透过我们的代祷，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骨肉至亲一同来相信主你。主，相信不是凭空而来，乃是神你拣选，更是透过我们成为你的手，成为你的脚，一同将福音领受之后，将这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跟我们一同领受这样福音的好处。谢谢主，你我们今天第二场的每个弟兄姐妹同在，特别求主你眷顾我们每一个来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放下我们一切我们刚才的心情和我们的感受，现在可以将焦点单单注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平安。来拍手，一起赞美，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掌声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主耶稣，我们献上我们的心，主，我们一同聚集在这里，为要献上我们的敬拜来荣耀你，主，求你的圣灵更多充满。在你的宝座前，天使聚集赞美，荣耀永远属于你。
口万邦，穿着洁白衣裳，我们前来向主歌唱。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归于至高全能大君王。我们的生命诉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渴慕能够更多亲近你。蒙恩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个地方，主更多的同在在这里。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扬声敬拜，爱呼颂赞，不停息，喜在今在永在，万事尊崇爱戴，唯要诉说你的爱。邀请大家将手举高，对神说：主啊，我要来赞美你。我们献上全我们献上赞美献给你。归于至高全能大君王。我们的生命诉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我们想更多的来亲近渴你。慕能够更多亲近你。蒙恩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呼求你，哈利路亚，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主，你的荣耀同在在这里。荣耀都归于你，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归于至高全能大君王。我们的生命诉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渴慕能够更多亲近你。蒙恩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让我们要来歌颂主的美好。蒙恩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这时候邀请大家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问自己说：我们
是否愿意将自己摆上在神的面前，为神来所使用？主，你要带我们去哪里？主，求你给我们更多明确的指示，给我们一个你指引的道路，让我们能够一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不偏离。你呼召我，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成为祝福，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主，你呼召我，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就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对神来说，主愿意成为那祝福。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这时候想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做一个祷告。我们是不是像歌词一样说的，我们离开我们舒适的地方，我们要前往每一个我们不知道的阶段，或是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不管是家庭，不管是职场，不管是学校或教会，都不是偶然，而是神要将你放在那个位置，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可是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胆怯，很多的软弱。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开口来对神说：主啊，求你挪去我的软弱，求你除去我的胆怯，让我能够愿意为你来所使用。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主愿意被你来使用，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
知道主你将我们摆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主你要如何来使用我们。主求你给我们更多热情的心，更多渴慕的心，能够来亲近你，也能够更多的来向你祷告，给我们更多的勇气。我们祷告不足的，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今天是总会所定的客家宣教奉献主日。首先，在礼拜开始，我要先来攻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圣经记载在有2处，第一处记载在罗马书1章14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33页。罗马书1章14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33页。因为无论是对什么人，开化的、没有开化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我都欠他们的债。第二处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9章22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62页。哥林多前书9章22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62页。在信心软弱的人当中，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争取他们，所以在什么样的人当中，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用什么方法，我总要救一些人。以上，愿上帝祝福那些听他话并照样去行的人。今天在我们当中要为我们传讲讯息的是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干事赖德清牧师。那我们一起用他今天的主题是为主得客家，为主得客家，让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总会客宣干事，对，我叫做赖德清，对，赖德清牧师，对。那我的名字跟那个副总统赖清德很像，赖清德给他反过来就是赖德清，这样很好记啊。感谢主。那个今天的题目是为主得客家。那我把今天的圣经节再念一次，用客语念一次。因为无论对哪个人，迄明明人，也迄望开发嘅，迄聪明人，也迄有用嘅，也拢总看技能嘅在信心软弱嘅人当中，我就做软弱嘅人，为到爱得到软弱嘅人，总讲在哪个勇嘅人中间，我就做哪个勇嘅人，无论哪个方法。总爱救到人，感谢上帝。我们今天题目是为主得客家，对，我们要向客家人传福音。那么刚刚的圣经节有讲到，有2种人啊，有2种人，一种是希腊人，一种是希腊人，就是有受希腊文化教养的、有教养的人。还有一种是没有开化的人，没有文化的野蛮人。那么，
愚笨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无论是怎样的人，我们都欠了他们福音的债。保罗说要把福音传给外族人，那么他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无论是哪一种族群，我们跟他传福音是一种责任感，如同欠钱、欠债一样的迫切。我们欠了人家的钱，我们晚上都睡不着，那么我们很迫切的要去还债，所以这是出于一种责任感。那保罗确信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会带给人丰盛的生命，所以福音要从那个贫穷的心会败坏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会败坏，我们的心很贫穷，那么会把这样的心跟这样的身体有限的人生把它呼召出来，然后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永生的盼望。那就是今天的圣经节，那保罗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圣经节。好，我跟大家分享客家，今天是客家主日，那么我跟大家分享客家是什么意思。一个族群经过了很长的跋涉，经过战争，经过文化风土民情的挑战不断的迁移，那么离开了家乡搬到很多的地方去寻找适合居住的地方，那么所以它叫做客人，人客啊，它就是客人，所以它叫做客家。所以客家成为它的名字，它是客，它不是主人。但是在信仰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无论在哪里，我们已经找到了属灵的家，我们不再是客人了。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给客家，因为这就是神永远的家，永生上帝的家。我们在这个家里就不再是客人了，我们是主人了。感谢主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客家离我们很遥远呐。那么今天客家主日，我们说我们要来关心客家，可是客家离我们好遥远呐。我们的身边没有客家这件事情。那么我要跟大家分享，先跟大家分享客家的文化，民以食为天呐。其实我们常常吃客家的食物呢。我们知道客家人是非常的节俭的，所以客家的食物就是食材尽用，所有的东西通通吃下去，没有一个东西要丢掉的。我们台湾话说，猪肠猪肚低等低多哈碎一棒来，这就是我们客家的食物，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吃下去了，这样子就是非常的珍视食材，而且非常勤劳。那么吃东西，客家的食物非常的味道很重，所以我们说它要非常就是为了要下饭，那不用吃太多菜就可以吃很多的饭。那么有营养，它有蛋白质嘛，对，所以呢吃了工作会有力气，所以客家的食物也是非常的营养的。那么我大略找了几样我们看一下。酸菜猪肚汤，这个我们常吃的对，我们看看梅干扣肉这个都是典型的客家菜。我们客家小炒，我的名字客家这都是典型的客家菜好，姜丝炒太肠炒大肠孔石抽呆肠，姜丝炒大肠，这也是典型的客家菜。客家咸猪肉，这个也是典型的客家菜，所以你们吃过了吗？你们有没有吃过了对，那客家人见面都是吃饱了没加饱不啦，就是你吃饱了没有，就是非常重视吃因为吃了才有力气嘛，吃饱没加饱不啦就是非常的重视吃，就是客家人说吃饱才有力气。好，那我们说客家擂茶的制作精神呢，就是把所有的食物吃剩的瓜子啦规矩吃剩的，还有那个花生花生把它
吃剩的，还有那个茶叶了吃剩，通通把它磨成粉啊，在那个钵里面把它磨成粉，就叫擂呀擂呀，那好累嘛，因为这个要很处理，就叫很累很累，最后变成擂茶，就是大家知道哈，这个名称是很累，因为很累要一直擂嘛，所以最后叫做很累的茶叫擂茶。但是这就是客家的精神，把所有剩的东西通通把它磨在一起，变成可以吃的东西，把它用热水把它泡一泡就变成擂茶了。所以这是客家的精神，就是节俭，东西不浪费，食材尽用。这个就是客家擂茶的制作精神。好，我就很简短的把这些客家的食材再介绍一次哈。花生油，我们会以为花生油是台湾的东西，没有错，它是是台湾的东西，但是它也是客家前辈的一个技术所做的。客家的前辈把花生用那个大石头，把它烤热，用那个炭火把它烤热，然后用大石头，用很大的石头把它就这样滚过去，那个油就这样粘出来出油，所以就有花生油。这个大石头呢，就叫做油车。我们说油车其实就是以前是在讲大石头。那么花生叫做番豆它是一种外来的引进的东西。那么客家的前辈的技术把它做成花生油，所以我跟大家讲，花生油就是客家的前辈的技术，客家的食物。好，我跟大家介绍客家吉中吉早，我们要很简单的时间来认识客家哈。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客家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要说我不认识客家。客家吉茶，客家客语叫做吉嘞。那么客家的把橘子、金桔啊，给了哈，把它皮把它做成果干可以吃。那么把它的汁呢做成果茶，那么吃了会化痰止咳，对身体健康很棒。那个皮吃的维他命 C 很丰富，会很漂亮。那么做成咸的就是吉炯，我们到客庄会有人把它买了，可以沾猪肉，沾那个清烫的东西，它就沾酱。所以客家的。吉炯客家的吉茶都是很有名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客家的里面哈，我们就是常常在吃客家的食物，所以客家离你很近呐，是非常近。好，我再来分享客家的花布的起源。那么我们以为客家花布就是我今天带来这2块布哦，那上面有我们长老教会粉而不毁的象征，粉而不毁就是信仰的客家，我们不是商业的客家，是信仰的客家。但是我们以为客家布就是这样吗？我要告诉大家，以前呢，台湾人尤其是客家人是非常的节俭的，因为生活在很困难的地方哈。等一下我再讲，很困难的地方，所以呢，要买一块很漂亮的布来做一件衣服，那是很不简单的。那么这件衣服破了旧了呢，就把那个好的部分再捡起来。然后好几块布再捡起来缝在一起呢，还可以做一件新的衣服，或者做一件新的一个桌布或者桌巾。所以那个客家花布就是一种贴布。我们说今天的贴布，一块一块的把它缝起来，变成一块的完整的布，它今天叫做贴布。但是这个就是以前客家花布的起源呐，是因为节俭啊，所以做成一块贴布。那么我们今天说客家花布，我们以为是这样一整块，没有，现在都一整块啦，现在都是一整块，但是以前是一种一块一块把它贴起来的，所以这就是客家花布的起源。那客家的女性呢，非常的勤劳、节俭、勤劳，都很会缝衣服、挺纱啦，把迄布拢甲挺做会，很会缝衣服啊，这个是非常的顾家的哈，所以我们说带着客家的洗妹啊，洗妹按讲，我们会讲这句话嘛哈。小家里足水的洗妹按讲，那么我们就说娶到客家的小姐非常幸福，就幸福诶，非常幸福，因为她非常的顾家，哦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今天客家花布都是非常完整的哈，跟大家介绍客家花，你看每一块都很漂亮，对不对？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台湾文化是多元的，客家文化、客家精神就是台湾的精神，就是台湾的文化。那么我们说应景精神呢？应景就是忠义、忠心仁义，应景勤俭，非常的勤俭，非常的勤俭。那么适应力非常虽然环境不好，也非常的适应。我们知道以前客家是跟闽南人是打过仗的，打过架，这个族群这个叫闽客斗争哈，闽客
打仗，那么打输了，所以就被赶到那个比较乡下的、比较贫穷的地方那个比较贫穷，所以客家的地方是贫穷的，在台湾比较偏远的部落，但是有很强的适应力去把它生活在那边生存，为了生存很节俭、很努力、很奋斗。好，敬老尊贤，好，非常尊敬长辈，因为长辈呢技术上非常有经验，所以要尊敬长辈。刻苦耐劳，非常的勤劳，刻苦耐劳，坚持打标，就是非常的努力的奋斗。那坚定奋发，这个就是应景精神客家的精神也是台湾的精神。应景就是非常的坚定不妥协，非常的努力就是台湾的精神。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客家人还非常重视子孙的教育呢。我们也听过一句话：“美容出博士，凤林出校长。”这句话就是说，台湾出最多博士跟最多校长的地方就是客家的乡镇啊，就是客家就是美容出博士，凤林出校长。那么这些地方就是客家地方，就是表示客家是非常重视教育的。那凤林国中首位校长叫做张七郎，他也是228的受难者之一，那么对凤林的地方教育很有贡献。那么客家人重视子孙传承，希望这个香火能够传承下去希望子孙能够出头，希望能够祖先能够保佑这个就是客家人的这个宗祠设立很多宗祠敬拜祖先的一个精神。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福音会改变客家，就是客家人很节俭，是因为生命中经历，在历代的祖先中经历的那种变迁、贫穷、被排斥被其他的族群所排斥，那么很贫穷，要很节俭，那么一直变迁，所以呢，养成这样的习性。那么福音会帮助我们客家从那个惊慌、贫穷的惊慌释放出来。今天客家的基督徒还是很节俭，但是那是对上帝的感恩跟惜福。福音的大能已经让我们体会到族群彼此的接纳跟神所赐的平安。所以客家人重视香火、子孙传承跟祖先敬拜，这样子是一种没有安全感，就是我们要把祖先、把那个后代，把它栽培起来，那么祖先也会保佑我们。但是认识主耶稣，会让我们体会到永生的盼望，而且跟永恒的主连结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而且有救恩的喜乐，而且我们会把我们的子孙跟我们的祖先都交给神。我们请主来保守带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向客家人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客家人也非常需要福音，因为福音的丰盛会改变客家的贫穷的心。感谢主我今天再分享一些我们的客家的前辈第一个我分享赵万昌长老。赵万昌长老是去年刚过世，他活了82岁他82岁。那么他做了很多的圣诗。有好几首35首圣诗，那我们的客语圣诗也用了好几首。那么非常的重视客家文化，在教会里面带领念客家圣经，然后在整个屏东市成立客家的合唱团，然后分享福音，到监狱去传福音。那么他脸圆圆的，然后充满笑容，然后一直在我们客庄教会服侍。他的一生的名言就是：传福音就是最快乐的事。传福音就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也跟把这句话分享给大家：传福音就是最快乐的事情我们看一下这是赵万昌长老的相片赵万昌长老相片，他做了一首歌乃出世做客家人，这首歌我们有很多人会唱对。乃出世做客家人，从小飞共客家话，父母教养爱做人，勤俭耕土来传家。人爱祖宗行，莫忘祖宗生，了系祖先挑团结金缘。人爱祖宗行，莫忘祖宗生，了系祖先挑团结金缘。这
首歌的意思就是说哈，祖先的房子哈，祖先的田地都可以卖掉，但是不能忘记祖先的声音呐，就是那个语言呐，客家的语言哈，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母语哈。所以这首歌是赵文堂长老做的，我是非常感动哈。对，那么这是我们的圣诗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是《爱给心》嘛，这首歌也是赵文堂长老做的，对我觉得很有意思。爱给心啊，你爱赞美主上帝，爱给心啊，你爱赞美主上帝，因为给爱给牧赞，因为给爱给赞美，因为给爱给拯救，因为给爱给撒盼。这是赵文堂长老做的歌哈，跟大家分享哈。他去年刚过世，对，我觉得实在是我们敬佩的一个长老。好，我再介绍一位，就是我们的彭德贵牧师。我们常以为说我们伟大的人物都是必定要过世才是伟大的哈，那盖小我们都一定介绍已经过世的人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在我们的身边的人也是非常的伟大的，就是我们的彭德贵牧师，是我们的老牧师，退休的牧师。牧师在双年教会的支持下，他退休的时候，他是我们退休的牧师，在我们支持下，在退休的时候到客庄去做布道，巡回布道。那么在客庄，他看到很多教会哈，因为在平地宗会，所以都要讲平地话，和那个哈发都没有讲了，所以他就鼓励成立客家宗会。那么因为新竹地区有很多客家人，很多汉人但是因为新竹宗会是平地教会，都是讲和乐为啦，所以后来他觉得这样不好啦，客家话都没有讲会忘记呢，所以后来就成立了客家宗会。所以客家宗会是在我们彭牧师跟我们双念教会的支持下来设立的。客家宗会是我们的宗会啦，是我们的宗会，感谢主。那么彭牧师我特别为了这件事情呢，为了要分享他，特别去西子拜访他。牧师身体不是很好，对本来我们的客家主日的第10点半这一个主场都是彭牧师讲的，但是他今年没有办法来讲了。牧师娘说我不可以让他讲，因为他身体没有那么好。但是彭牧师很想念大家，他说请我跟大家问好，感谢主，他是心在客家，他是心在客家。好，在双年教会的支持下，成立圣经委员会。然后把那个圣经呢翻译成客语哈，这个客语圣经，我们今天念的那个都是客语圣经所以客语圣经也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感谢主。好，在双年教会设立客语团契，所以我们是全台北市有数的有客语团契的教会。我们礼拜六有个客语团契，我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学客语都可以来参加哈，是不是汉语都可以来参加。那么刚开始在礼拜3只有一些人，后来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在礼拜6成立了客语团契。那么客语团契也成为很多人学客语的地方，不是只有客家人可以来学习，而且邀请很多客庄的教会来这里分享，成为我们客家的祝福。所以在这里很感谢我们的双年教会，感谢双年教会。如果没有双年教会，如果没有彭德贵牧师，可能就没有客家宗会，也没有客语圣经了，当然也没有可能没有客家团契。所以我在这里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双年教会。我们双年教会是模范生模范生是我们客家宣教的模范生但是模范生也是要继续努力我们要好成绩要继续努力。所以在这里再一次邀请大家，在客家宣教有份，神的恩典丰盛，我们所投入的每一份力量，上帝会加倍的赐福给我们。好，感谢主。所以在这里介绍，那也请大家为彭牧师祷告，他的身体不是那么好，感谢主，但是他还是非常爱大家的，非常想念大家非常那个爱客家，感谢主。好，跟大家分享的是还有一个就是赖德清牧师，就是我自己大家会想说牧师你是来是这个安内有卡拍谁，你怎么会介绍你自己呢？我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为了荣耀主为生。这是我到那个周主在周主主持客家圣餐周主对。
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基督徒人生是为荣耀主来活的，我们的荣耀是归于神的，所以可以夸耀的是主耶稣的恩典，我们自己是没有什么夸耀的。在这里我要分享的是学客语的经验，学习台湾话的经验。那么它不只是客语，包括母语啦，我们都是可以学习的。第二个是客家的精神，就是台湾的精神。当他加入信仰的时候，他就是成为信仰的精神。感谢主。好，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父亲是嘉义的溪口的客家人，溪口的客家人。爸爸在少年的时代搬到高雄，所以他就在高雄当平利教会的长老，他就很少讲客语。那么我从小在高雄长大，我没有讲过客语，所以我不会讲客语。但是当我到总会的当客家干事的时候，爸爸非常高兴，他说我们客家祖先会很高兴的，所以我开始努力的学客语。我用2年的时间把客语学起来，就是用2年的时间把客语学到初级、中级、中高级，就是成为行政院的合格的客语老师。那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学母语有3个情况。第一个是家庭教育，我们在家庭里面学客语，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学母语。那么家庭是一个机会。第二个是随机，就是说你有什么机会，譬如说我们在双年教会聚会，我们有客家团契，我们去客语团契可以学，那么这是随机，有机会学习我们就学习。第3个是意志跟决心，我们学母语是意志跟决心，当你想学，你想认真学，你就可以学会。那么我学客语的时候，其实我已经50岁了，我不年轻了，所以我们都以为只有小孩子才会学会母语，不是这样子的。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可以学会。我们每一种母语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台湾的语言，所以我们把它学会，就是一个很棒很好的事情。我们看一下，这是我的证照哈，初级、中级、中高级。感谢主，学客语永远不，或者是学母语或者学台语，永远都不嫌晚。那么学语言会让我们更聪明。我看到一个网络的医疗的新闻，他说学一种新的语言会让我们不会得老人痴呆症，我们会聪明，我们记忆力不会退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次回来学母语，我们可以学得很好的。你可以学台语或学客语，你可以学得很好的。学客语也不是只有客家人可以学，爱客家也不是只有客家人可以爱。我们台湾人是族群融合，所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可以彼此学习。我妈妈是河洛人啦，所以我河洛话嘛讲真好呢，所以我们都可以学得很好的。我再一次邀请大家，我们来把母语再重新学好。我们的孩子们、孙子们记得要教他们母语啊！感谢主。好，再有一个分享的是我们家的故事。在10年前，我们有经历走山事件，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还记得，10年前的走山事件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我们家庭有很大的影响。那么那个时候我在基隆牧会，那师长突然过世，对我们的家庭是很大的打击，对教会也是很大的打击，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悲伤。但是在10年里面，我们继续往前走，在上帝保守我们继续往前，我们就是10年前的事故，我们经过很困难的阶段，但是上帝保守我们继续向前走。就是后来总干事邀请我到总会当客家干事，这是就任的时候的照片了。这是我们家2个小姐。那么因为上帝的保守，因为依靠主给我们的能力跟力量，我们继续服侍神。那么我的女儿那个戴眼镜那个是老大戴眼镜那个是老大，她后来去念神学院的音乐硕士，后来她成为一个牧师娘，现在是在客家宗会的普兴教会当牧师娘。感谢主，她做了一首歌《2个爸爸》，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路走来，感受到我们地上有个爸爸，但是地上的爸爸有时候会离开我们。在那个时候，我那个老大念大学，老二念高中，但是爸爸有时候会不见了，但是我们天上的爸爸还会继续照顾我们，带领我们。他体会到上帝这个爸爸还在照顾我们，所以他说他有2个爸爸，所以他做了一首歌。我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他继续在保守我们。那个隔壁那个右边那个高高的那个是妹妹，她不是姐姐，她是妹妹，而且差5岁啊！真的，大家以为她是姐姐，他们2个差5岁。那么感谢主，因为上帝继续在用我们，所以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这个两爸爸，这个生2个儿子啊，所以两个孙啊，我们客家话叫孙呢，生2个男生哈，2个孙呢。感谢主，继续辐射神，因为上帝保守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夸耀的是主耶稣的恩典，我们个人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我们能够夸耀的是主耶稣的恩典。那么客家的应景精神就是台湾的精神，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就会加上我们的信仰，就是信仰的精神。我们的信仰精神就是我们要信靠主，信靠上帝。我们的人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遇到环境的变迁，我们遇到我们个人的工作，我们遇到我们的家庭很多的困难，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信仰的精神、客家的精神、应景的精神，是我们会突破这样的困难，坚持我们的意向，继续往前走。上帝会带领我们，天上这个爸爸还会继续带领我们。好，各位弟兄姐妹，跟大家分享台湾的宣教版图。我们2018年的一个宣教版图。我们的平地教会有744间，含客家中会是21间，我们原住民教会有525间，那么教会数一共是1269间，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现在的教室。那么我们如果我们把在花莲的凤林台东的池上这些客家的教会，还有屏东第2小区，他们都在平地中会的这些客家的教会，统统把它加进去，还有新竹中会里面一些客家地区的教会也把它加进去，然后加上客家中会的教会，全部加起来呢，也只有40间呐。再怎么加也只有40间。那么和乐教会是704间，我们原住民教会是525间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以台湾的人口的比例来看，我们是真的欠了客家宣教的债。我们要向客家人传福音，我们需要更多的汉人来享受神的救恩，这就是我们所欠的债。这个债是晚上睡不着也要去还的债。所以保罗说，我要迫切的还债。我们要传福音，向客家人传福音，是因为我们欠了客家福音的债。感谢主，我们双连教会在过去做很多，我们做的最多。感谢主，我们客家宣教得到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们的支持很多，我们感谢主，感谢我们的教会。但是宣教是不能停止的，传福音是不能停止的。传福音的工就像我们刚刚我们的长老说的，传福音是最快乐的事情，它是一直要往前做，一直要往前走的。所以请我们继续支持客家宣教，上帝的恩典跟我们同在。爸爸过世的时候交代我一定去客家去溪头再去家己溪口再去看一下，所以我去溪口看大家都说溪口那有汉人啊，告诉你们真的是有汉人，还有一个客家文化馆，但是呢，那菜都落下来，然后好可惜哦。但是客家文化馆有一间客家文化馆，各位弟兄姐妹们，台湾基督长教会的宣教是定根在本土的宣教，所以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偏远的地方，高山平地，我们都在做宣教。那么台湾基督长教会就是用爱乡土的心来，希望各族群的文化能够继续发光发热。那么我邀请大家在客家宣教有份，上帝的恩典要更丰盛的在我们身上，上帝的恩典会更多在我们每一位身上。上帝是会保守带领更多的恩典。我先跟大家分享刚刚我说的，母女有做的这个2个爸爸，天上的爸爸永远会照顾我们。我们来看看这一首歌，唱给大家听一下。爱有相爱的阿爸，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上，一个同爱有了，一个看顾条前的路。阿爸的爱，阿爸的爱，用爱平爱中台。阿爸的爱，阿爸的爱，图我勇敢向前。
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哈，这是我们课语盛世的最后一首，课语盛世最后一首，身体健壮，体力强。身体健啊，总来体力勇，年头已经是那样么一旦犯了病啊，惨的是我。爱的根是有深那旁，是错了个人心目。天送给真神哪有足啊增，才都拉子啊主耶稣有灵的救是无有本那种。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在台湾的文化中有客家的文化，有客家的精神。我们相信各族群文化有上帝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是神所赏赐的美好的安排。传福音给客家人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决心、有意志，要把福音传给客家人。感谢主，神的恩典丰盛，我们要同心同意，手牵手，心连心，在客家宣教一起努力，愿主赐福，恩典会满满。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现在我们要来奉献，在奉献之初，我谨代表双联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若你刚刚在门口没有填留名卡的，欢迎你填留名卡，并且交给我们收奉献的执事或者是同工，让我们等一下可以欢迎你，也可以认识你。今天是总会所定的客家宣教奉献主日，也让我们用恭敬的心来为着客家的宣教来做奉献。现在让我们预备心来奉献。
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慈爱父神主，真的谢谢你在台湾这片地图上，让我们有各样的人群。主要真的是你赐福在各样的地图、各样的人群里面，使得各样的人群能够看见主真的是你的恩典的美好。主要真的是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主真的是纵然有许多的困境，纵然有许多的挑战，但我们深深的知道，主，你是那加添信心力量的主。主要真的是在现在我们奉上我们微薄的金钱才能，愿你悦纳，愿你来使用。谢谢主，谢谢主。如此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荣耀圣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我们来关心教会的圣工。翻开到周报第4页，本周为总会所定的客家宣教奉献主日，感谢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干事赖德清牧师代表客宣于今日的第1、2、3场礼拜正道请安及事工报告。以及连正祥牧师代表客家宣教于第4场礼拜正道，请安及事工报告。愿上帝赐福客家宣教中会在客家地区的宣道与事工。这边特别谢谢客家宣教委员会干事赖德清牧师于今天第2场礼拜的正道。谢谢赖牧师。那第2点，因疫情之故，本主日进入教会需实名制。若你已经是本会的在籍会员，持有双联的关怀卡者，请出示卡片，不必再写名条。麻烦之处，敬请见谅。接下来看到下面的第2点是福音主日，下主日，也就是9月27号为本会所定的福音主日。在主日礼拜当中，将分享较为福音性质的信息，欢迎兄姐邀请慕道友来参加礼拜，来认识上帝。第3项，肢体关怀。本会会有方兆明弟兄于9月9日安息主怀，定于9月24日，也就是下周四下午1点半，在第2殡仪馆至美寺厅举行入殓火化礼拜，并于9月27号下午1点，在本会7楼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点，本会会有李阳义，也就是李汪金之子及黄香婷伉俪于9月9日起获灵儿，愿上帝赐福新生儿以及他们全家。第4项，周报事工，适逢接下来遇到的中秋连假，欲刊登消息于10月4号之周报的单位，请于下主日前，也就是9月27日以前下班前提供给教会的办公室。感谢大家的配合。接下来看到第7页装备委员会消息的装备课程。教会有很多的装备课程，包含有共观福音查经班，在每周2早上、晚上各开1班，时间皆写在周报上。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有兴趣的兄姐欢迎自行查看。再来看到第9页，教界消息的第4条，七星中会社教部主办之净滩活动，日期定在10月18日。时间是12点30分，在本会的1楼集合出发。那如果有意愿报名的，可以向小组长或是温会干事、营营干事报名。以上，接下来我们请彭牧师来做牧养代祷以及关心。我们代表双联教会来欢迎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孙云有没有在你们当中？张方觉的同学在哪边？哦，在后面，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敬拜。等一下礼拜结束后，就直接去我们的小组哈。第2位是蔡炳勋，来在后面。
啊，也是年轻人哦。等一下我们会后我们就一起去我们的小组。第3位是黄信慈，好，在后面。等一下会后请到我们的贵宾室，如果你是青少年年纪的就跟我们一起去小组参加聚会。好，我们这时候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天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同享，圣灵的感动，同一人共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我们离开的时候，请跟旁边的请安，然后请我们走前面第1个门跟第2个门，我们尽量走前面第1个门。